大家好，馬杜羅曾經寄予厚望嘅中共嗰款先進反隱形雷達 JY-27今日終於爆紅。其實前兩日呢部雷達已經好紅咗，但今日意外被中共嘅外交部發言人親自捧紅，所以叫爆紅。2026剛一開年就令人覺得好開心，係出乎大部分人意料嘅。今日我哋就先同大家講講令人開心嘅事，有官方公開嘅，亦有唔公開被私下爆料出嚟嘅，其中就包括中共外交部。今日係美東時間1月6日，我係唐靖遠，歡迎嚟到靖遠開講，記得訂閱我哋一齊開心睇大戲。呢兩日嘅資訊量都比較大，而且都非常精彩。最搞笑嘅一大熱點，就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喺記者會被提問觸發咗 CPU 燒毀，當場宕機，而且係兩次。一次係日本東京電視台記者提問，委內瑞拉從中國進口咗大量軍事裝備，點解呢啲裝備喺美軍嘅攻擊中似乎冇發揮作用？請問對此有何看法？呢個提問如果用中共官媒慣用嘅一個詞嚟形容，就係標準嘅惡意提問。因為呢個擺明就係嚟踩中共嘅痛腳，嚟灼中共嘅肺管子，而且偏偏係日本媒體記者。我估日本記者可能都係早就對中共政府憋咗一肚子氣，而家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天賜良機，當然唔會放過。林劍喺聽到問題嘅瞬間，一絲痛苦嘅表情明顯一閃而過，然後就開始咗答非所問，被網友諷刺為以毒亂回嘅模式。佢回答話：中方堅定支持拉美同加勒比和平區地位，反對喺國際關係中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反對違反聯合國憲章、侵犯別國主權嘅霸凌行徑。呢個明顯係林劍嘅 CPU 運行發生嚴重故障嘅結果，程式亂套咗，所以我哋就見到網友嘅評論炸鍋咗，全都一面倒喺諷刺挖苦。其中一條俾我留下深刻印象，係咁講嘅：回答得好好。因為我哋反對使用武力，所以我哋提供嘅都係冇用嘅武器。呢個並唔係林劍唯一感到痛苦嘅時刻，佢仲有更痛苦嘅時候。昨日舉行嘅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一位女記者連續提咗兩個好簡單嘅問題，一個話中方要求美國立即釋放馬杜羅夫婦，否則將產生嚴重後果。請你評論一下，如果美國堅持唔放人，會有咩後果？另一個問題係，能否確認一下馬杜羅被捕前會面嘅中國外交使團，佢哋而家係唔係仲喺加拉加斯？就咁兩個簡明扼要嘅問題，令林劍嘅 CPU 直接燒毀宕機。林劍聽完一聲不吭，埋頭翻找文件，類似習近平翻查小本本一樣。呢一查就係50多秒，整個大廳異常安靜，一聲咳嗽都聽唔到，只聽到林劍翻閱文件嘅哇哇聲。我甚至都感覺到聽到林劍內心1萬匹某種馬奔騰而過嘅呼嘯聲。我哋一齊嚟睇睇。喺煎熬咗50多秒嘅重啟模式之後，林劍再次進入咗以毒亂回模式，話中方已經表達咗立場，呼籲美方釋放馬杜羅夫婦，並譴責美方嘅霸凌行徑。至於第二個問題，中方目前並未得到喺委內瑞拉人員受到美方空襲影響嘅報告。我哋要客觀咁講，呢兩個提問嘅記者都係真正嘅記者，因為記者嘅一大本職工作就係要令受訪者不管願唔願意都必須直面慘淡嘅人生，而且呢兩個記者都精準找住咗馬杜羅事件一個最關鍵嘅要素，中共扮演咗咩角色，最好俾中共自己講清楚。也就是話，當中共再一次以所謂第三方嘅角度高調做義正詞嚴狀，痛批美國霸道，痛批美國違反國際法嘅時候，呢兩個記者嘅提問用四兩撥千斤嘅方式，瞬間擊中咗中共嘅要害，撕落下中共道貌岸然嘅偽裝，可以話係兵不血刃就摧毀咗中共官方嘅指責。你中共自己就唔乾淨，一直同馬杜羅呢個大毒販子喺偷雞摸狗呢，仲喺度裝咩第三方？當然，搞笑歸搞笑，中共喺馬杜羅事件中前所未有嘅尷尬處境係有目共睹嘅。因為呢個係中共挺誰誰死規律又一次嘅生動演繹，係中共無法打破魔咒嘅又一個例證。中共點解屢屢挺誰誰死？就係因為中共完全睇唔清歷史大勢，或者話佢哋唔相信天意民心嘅存在。同比起中共，委內瑞拉剛宣誓就職嘅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就要面對現實得多咗。昨天下午，
政治媒體 Politico 刊發獨家報導，美國官員與羅德里格斯有過多次溝通，美方嘅態度好明確，希望見到呢位臨時總統至少採取3項措施，打擊毒品走私、驅逐伊朗、古巴同其他敵對國家或網絡嘅特工，以及停止向美國嘅對手出售石油。喺呢啲主要嘅事務做到之後，美方希望羅德里格斯最終能夠促成全國自由選舉，同時自己主動辭職下台。報道話呢啲要求嘅最後期限尚未確定，而美國官員強調近期唔會舉行選舉。作為交換，美國願意討論解除制裁並允許其動用被凍結嘅資產，包括喺卡塔爾嘅資金。當然，呢個意味住羅德里格斯可以用呢種方式實現自己嘅平安着陸。如果佢唔敢做，川普早就有言在先，佢可能會面對比馬杜羅更糟糕嘅打擊。這裏嘅潛台詞就好清楚咗，美國既然抓捕咗馬杜羅，就說明美國下定咗決心，絕唔允許委內瑞拉成為一個同中共聯手反美嘅國家，哪怕發起更大軍事打擊亦喺所不惜。羅德里格斯顯然聽明白咗，佢嘅態度表現得好，喺短短幾日內，羅德里格斯嘅態度就從最初對馬杜羅被捕嘅譴責，轉變為周日晚些時候表示佢將與美國展開全面合作嘅議程。我哋可以清楚咁見到羅德里格斯嘅轉變，同此前巴拿馬總統喺運河管理權問題上嘅轉變有驚人嘅相似之處，都係一開始故作強硬，因為都仗住背後有中共撐腰。但當佢哋意識到川普唔係打嘴炮而係動真格嘅時候，佢哋立馬就嚟咗個180度大反轉。從呢個角度睇，中共仲想保住其喺委內瑞拉嘅利益甚至影響力，基本上只係一種奢望。今日路透社發佈嘅最新報導顯示，委內瑞拉向中國嘅石油運輸已經停止咗5日，但仍然通過雪佛龍公司向美國輸送石油。危機爆發前，委內瑞拉平均每日向中國出售70萬桶原油，而美國每日購買只有約15萬桶原油。所以呢個苗頭，大家都睇清楚咗啦。美軍今次找馬行動表現出嚟嘅實力，用恐怖嚟形容都一點唔誇張。我哋見到好多朋友係質疑，話美國事先買通咗委內瑞拉軍方將領，所以關閉咗防空系統，甚至下令禁止使用便攜式導彈等等。意思就係美軍嘅實力都係用錢買嚟嘅花架子等等。美軍真係冇實力咩？我哋稍後就會俾大家一個絕對震撼嘅最新細節。我哋且唔講呢類說法嘅真假如何，但有一個客觀事實係任何人都無法視而不見嘅。今日，古巴官方公布咗找馬事件中被美軍擊斃嘅馬杜羅衛隊32名古巴人嘅名單同照片。而根據川普國安顧問米勒嘅說法，實際被擊殺嘅馬杜羅衛隊成員要遠高於呢個公開嘅數字。呢個係咩概念？大家諗諗，美軍乘坐直升機空降馬杜羅堡壘，仲未落地就開始接火，爆發咗數百人喺黑暗中近距離槍戰、混戰。而如此規模嘅短兵相接嘅激烈戰鬥，馬杜羅衛隊被團滅數十人，美軍卻係零陣亡，只有幾人受傷。戰爭部長克格塞斯昨日喺美軍基地講話時爆咗一點猛料，佢話馬杜羅從意識到美軍嚟咗，到佢生平第一次見到幾個頭戴夜視儀嘅美軍士兵企喺佢面前，只不過相差咗3分鐘。更有意思嘅係，喺美軍出現喺佢哋夫婦面前嘅時候，馬杜羅嘅妻子剛剛仲講咗一句：我好似聽到外面有飛機嘅聲音。呢個細節告訴咗我哋一個非常驚人嘅事實：三角洲特種部隊嘅士兵雖然同馬杜羅衛隊爆發咗激烈嘅交火，但喺短短幾分鐘內就徹底擊潰咗對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破門進入咗馬杜羅嘅房間，以至於馬杜羅都仲未嚟得及逃進嗰個特製嘅全國安全屋。喺我嘅印象中，過去似乎仲未有過任何一支特種部隊喺數百人規模嘅貼身槍戰中可以做到團滅對方而自己零損失。呢個係真正令人匪夷所思嘅絕對實力嘅體現。要知呢啲古巴衛隊成員並非菜鳥，佢哋都係訓練有素嘅專業特工。目前至少有一個陣亡名單中嘅人溫貝托、阿方索、羅卡上校已經被識別出嚟，佢今年67歲，係馬杜羅嘅衛隊成員。而且被挖出嚟喺教皇方濟各以及拜登嘅氣候大使約翰克里訪問古巴哈瓦那期間擔任貼身保鏢。
以羅卡嘅軍銜同年齡，我哋唔難猜想佢應該係衛隊嘅頭目，顯然擁有過硬嘅資歷，被美軍當場擊殺都算係新鮮事出咗。雖然大家都知道古巴特工同美軍有差距，但如果冇咁一次硬碰硬嘅當面交手，邊個都好難相信呢個差距居然可以大到毫無還手之力嘅程度。佢哋幾乎全都像活靶子一樣被美軍嘅交叉火力秒殺，真正嘅秒殺，幾分鐘之內數十人就屍橫現場。我哋只能話，三角洲嘅戰術素養同訓練方式已經拉開咗代差級別嘅鴻溝。如果話雷達失效呢類事存在勾兌嘅可能，呢種貼身槍戰係絕無任何花架子嘅，嗰係1秒鐘可以決定幾個人生死嘅時刻，係絕對嘅實力碾壓，係真正嘅10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嘅實力。喺如此可怕嘅戰果面前，要話咩習近平、哈梅內伊等等心裏唔發抖，嗰係唔正常嘅，發抖先係正常嘅。昨日有唔願透露姓名嘅消息人士通過以色列方面嘅消息渠道釋放咗一個重量級嘅消息，美國國務院已通過外交渠道向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包括卡塔爾同阿曼同土耳其發出秘密緊急信息。信息好簡單，川普總統敦促相關國家向哈梅內伊政權及其同夥發出最後警告，要麼投降，要麼接受安全退出，否則將面臨與馬杜羅殘酷鎮壓抗議公民同樣嘅命運。報道話呢個信息重申咗特朗普2日前作出嘅保護伊朗人民嘅承諾，而且美國亦喺考慮其他嘅施壓途徑，比如解密情報，並懸賞緝拿與鎮壓示威活動有關嘅伊朗武裝組織領導人，包括巴斯基民兵、伊斯蘭革命衛隊部隊同其他鎮壓機構嘅頭目。而家哈梅內伊嘅處境，用一句話總結就係進退維谷。佢當然想大力鎮壓，好似前幾次一樣開槍掃射迅速了斷，但今次有咗川普嘅強大壓力，迫使佢的確唔敢放手開槍。雖然目前已經記錄在案嘅有30多名抗議者死亡，亦確有軍警開槍嘅案例，但總嘅嚟講，開槍依然被限制喺一個比較低嘅力度同廣度。鎮壓力度被川普抑制，隨之而嚟嘅肯定就係抗議嘅力度增強，甚至出現軍警內部分裂。今日有一個重磅嘅消息，喺伊拉姆省嘅阿布達南呢個城市，當地警察已經正式加入人民嘅行列。昨日，一個伊朗庫爾德地區嘅革命衛隊成員發佈蒙面視頻，話作為聖城裏嘅一名中尉，我在此聲明，我同我嘅戰友們已做好準備，採取一切行動摧毀伊斯蘭共和國。記住，我哋先係決定零時嘅真正力量。而進一步嘅信息顯示，呢名中尉已經加入咗庫爾德斯坦國民軍。呢個組織係伊朗庫爾德人反對派團體中嘅一個，致力於爭取庫爾德自治或獨立，一直都被視為反伊朗政權嘅地方武裝。伊朗境內有多個反政府嘅庫爾德團體，呢啲團體大多基地設喺伊拉克庫爾德地區，從那裏開展活動。伊朗政府視佢哋為恐怖組織，並經常發動跨境打擊。囉嗦咗咁多內容，係因為這裏嘅關鍵詞就係呢個庫爾德斯坦，好敏感。我哋稍後再講，先繼續討論伊朗內部分裂嘅問題。同樣喺昨日，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用波斯語發推文稱，數千名伊朗軍官已決定叛逃。貼文話：我哋收到報告同跡象表明，數千名安全部隊同巴斯基民兵已經厭倦咗壓迫政權，並決定退休離開部隊。你哋冇選擇將武器指向人民，而是與國家團結一致。你哋將被歷史銘記為伊朗真正嘅戰士，伊朗國家同民族嘅捍衛者。今日係伊朗抗議風暴嘅第10日。今日同前幾日有最大嘅唔同係，德黑蘭所有主要地區全都被當局封鎖，而此前被封鎖嘅主要係東部同南部地區。呢個當然係一個重大嘅升級。喺咁嘅背景下，伊朗總統佩扎澤基安最新嘅講話就顯得好耐人尋味咗。今日佢發表公開講話，表示自己對伊朗嘅抗議活動承擔全部責任。佢話：錯喺我，學生、員工、其他人，佢哋都唔應該受到指責。我哋需要改正我哋嘅行為。呢話一聽落去，我哋就知明顯同哈梅內伊要求全面強硬鎮壓嘅調子係唔一致嘅。
此前我哋曾經同大家分享過，以色列情報顯示佩澤澤基安嘅幕僚曾經私下建議佢把抗議失控嘅責任全都推俾哈梅內伊。而家我哋見到佢的確喺咁做咗，因為佢呢個表態表面上睇落去似乎係自己承擔咗所有責任，但實際上佢把暴力鎮壓嘅責任全部撇清咗，潛台詞就係我唔同意鎮壓，民眾冇錯，錯喺我哋需要改正等等。呢個當然係微妙嘅政治遊戲，但客觀上折射出咗伊朗時局嘅複雜同敏感。就喺今日，庫爾德斯坦地區一家名叫 Kurdistan 24嘅媒體發佈咗一篇報道，引發咗普遍關注。報道表示，根據一份情報報告，美軍三角洲特種部隊已部署到伊拉克邊境，具體喺敘利亞同約旦一側，但其目的不明。報道猜測呢個可能與伊朗支持嘅民兵拒絕解除武裝有關，同時警告可能即將發生重大事件。嚴格講，呢係一條未經證實嘅消息，但如果我哋觀察其他一啲睇落去似乎比較零碎但得到咗證實嘅消息，組合起來就比較耐人尋味咗。首先，美國中央司令部最高指揮官目前已經身喺巴林，多個地區出現異常軍事活動。其次，近期希臘空域突然出現全面封鎖，被質疑同掩蓋美國軍事部署嘅行動有關。仲有美軍阿喬4全球鷹同 P 巴里海神艾薩飛機被追蹤到一直喺波斯灣持續飛行，呢個表明中東地區嘅監視同作戰前準備工作已得到加強。而更加引人注目嘅係，以色列前總理貝內特突然發佈咗一條神秘嘅敵達訊息，當然引發咗大批人猜想係唔係某個行動已經進入倒計時。仲有以色列大報耶路撒冷郵報昨晚發佈獨家消息，話該報收到多方消息，稱美國喺考慮對伊朗持續不斷嘅抗議活動進行干預。與此同時，以色列亦喺評估馬杜羅下台後是否能對伊朗政權採取類似嘅行動。報道冇提到任何細節，可能真有其事，亦可能只係信息戰嘅一部分，但已經足夠引人遐想。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確保你唔會錯過隨時可能精彩登場嘅每一場大戲。